主就係繼續我哋。所以喺呢首咧有個好嚴肅嘅 Eddie 同 Evita 人哋呢個問題，你願唔願意？你自己投我願意得㗎啦。聽清楚喎 ，Eddie， 你是否願意娶 Evita 為妻？你是否願意愛她、安慰她、尊重和保護她？並且在你們共同生活嘅歲裏邊，無論係酸甜苦辣，與他忠實相處，別無疑心咧。嗱，清楚啦，我願意。係就俾我講完呢個喺神喺人面前，我問你呢個問題：你是否願意以 Eddie 為夫？你是否願意愛他、安慰他、尊重和保護他，並且在你們共同生活，同樣嘅都係酸甜苦辣嘅歲月當中，與他忠實相處，別無疑心呢？我願意。好，既然係咁嘅數就可以。係啦，仲喺呢時候咧 ，Eddie 同埋 Evita 咧，佢哋。